台北阳明山的永德大道，3年前一台蓝马空车当啊失灵，共弄到20多台的汽机车，弄死4个人。士林地检署发现，这台弄死人的蓝马空车明明都无手动，但是竟然会当通过定期的检验。深入来追查，总算是查出到其中的机关。原来这个肇事的车主是工程行的负责人，就是知影家己的车未过关，都提钱予恩牛来乌西大检厂的负责人来暗号完成着验车，都是因为乌西放水才会发生悲剧。路桥路段拄着红灯，南港车拢无打档啊，一直弄20多台汽机车被弄到，这件448伤的车祸发生伫3年前的永德大道。肇事车辆登记伫信任工程负责人名下，业者明明知讲车辆超重不合格，却是提钱去共乌西，和这台车挂俗称选手车的车牌完成检验。检验就发现讲肇事车辆无手动啊，却会使通过检验，就咧展开埋伏，才翕到这个收红包的画面。一台车3到6万元不等的贿赂人，让这个代检厂业者在检验的时候放水。这件贪污案查出全台湾36间工程行3年前开始付予黄牛将近300万块，乌西大检厂的负责人要求技师调整磅啊，也是改数字，和无合格的车辆我都通过检验。大检厂负责人黄牛隆重被起诉，以刑法伪造文书以及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违背职务受贿罪、行贿罪来提起公诉。虽然大检厂业者拢不是公务人员，不过因受到政府的委托验车，执行职务属于公义的公务人员，收红包放水适用贪污的重罪。